好，你说再说，你为什么封锁我？因为黑粉啊黑粉假扮我啊，然后你误会我啊。我误会你就封锁我吗？之前我跟你说开直播，我要你开直播讲直播，我不会真的叫你直播，我只是都是要试探你而已。你有没有心说看你是真的这样而已？我有强迫你任何之前你跟你哥害我跟你哥吵架，我是说后面我原谅你，有没有？我有强迫你吗？没有啊。后面说你不过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试试你到底有没有心悔改而已。你为什么封锁我？你说啊，你不要再跟我那个顾左而言他哦。你为什么封锁我跟你哥？你讲就好了啊。你不讲话，我跟你们，我等下打给你爸啊，看你爸会怎么样啊。我数到3哦，讲不讲？我讲就是1、2。因为那个陈心怡有说他的事情啊。你跟陈信说我干嘛？你不是说过你不会跟其他人讲我的事吗？那我问你啊，上次人家来找你，人家为什么会知道说我叫你不要播？是我跟你讲难听，是我叫你不要播，是不是？但我没有讲你的事啊。你今天害我跟姐在网络上被人家攻击得很惨呢。我也不知道啊。